综合报道。小贵区加油的轿车换做电动车，环保署一台车的补助要对15000块增加到16000块。若属车牌是挂伫新竹县市甲苗栗，补助是愈悬哦，有19100块。要鼓励民众甲旧车换掉，来减少空气污染。甲老旧的机车汰换成电动机车，原本环保署补助2300，即马提悬到2800。汰换老旧小客车是比原本加1000，来到16000块。德科因为开发需要更较侪排碳量，所以加去补贴收旧的行列。对象为机车扩大到汽柴油客货车，算的达动碳价大约是开500到800块不等。目前宝山的部分1期、2期开发的话，目前是单一厂商就是由台积电来出钱买的。那这个价钱部分，他们考量过，应该是可以合理。车籍离德德苗的老旧机车，新德县环保局各加2000块。或者德科管理局、德县环保局完成减量效益等换量取得计划，甲环保署签约，会协助想要卖碳权得到补助民众，甲想要买碳权的开发单位进行线上的媒合。会不会有便宜卖？会不会？那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啊。建立让开发业者知道说它的排碳将来需要付出代价。款团认为，这种提供碳权抵换减量方式，应该做回企业检讨最后的手段才合理。都是最后手段，所以我真的努力从制程当中努力减，然后最后减不下来了，我最后才会用一些抵换或交换的方式来做处理。我们现在在最前端就先让大家说啊，你有一个碳权交换的方式哦。它就会非常容易沦为企业要去做漂绿的一种选择。款团指出，奖励措施主要是抗议园区电动化的奖励。若讲民众汰换老旧的车辆，无买任何电动的园区，选择行路或者是坐大众交通工具，减碳的效果更较好，所得不到任何补助。建议补助会当更较多元，像提供免费大众运输的月票。环保署承认，因为行路甲坐大众交通工具较歹来计算，所以才无纳入。记者林俊明、曾志祥台北报道。